自2025年9月初5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起坛献祭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撒母耳记下卷24章第1节到25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撒母耳记下卷第24章。上主阁对以色列人生气，激动大笔来对付因，讲去调查以色列甲犹大的人口。王吩咐伊身边的元帅约押讲：你去以色列逐个支族对单到别是巴，点算人口，互我知全国人民的数目。约押对王讲：愿上主你的上帝互全国人民增加100倍，搁互我的主我的王亲目看见。毋过我的主我的王是安怎爱要做即个代志？王坚持伊的命令，约押甲遐个军长就奉命出去点算以色列的人口。因过约旦河，伫迦得山谷中阿罗尼城的南边扎营，对遐去雅舍，经过基列到他亭、合士地区，搁到但雅安，踅到西顿，搁到太尼坚固的城，甲所有希未人以及迦南人的城，最后到犹大南边的别是巴。因行透全国，经过9个月过20日，倒转来耶路撒冷。约押将点算的人数报告互王知。以色列人举刀的战士有80万，犹大人有50万。大笔点算人民的数目了后，心内自责。大笔对上主讲：我做即个代志犯真大的罪。上主啊，求你除去你奴仆的罪，因为我安尼做真戆。大笔透早起来，上主的话临到大笔的先见迦得先知讲：你去甲大笔讲，上主安尼讲，我用3项灾祸，互你经1项，我就照安尼做。迦得来甲大笔讲：你爱你的国饥荒7年，也是互你会对得对杀3个月，也是爱你的国有瘟疫3日久，你着斟酌想，互我通恢复找我来迄位。大笔甲迦得讲：我真为难，毋过咱宁可互上主家己甲咱刑罚，因为伊有丰盛的怜悯，我毋愿陷落伫人的手。上主就降瘟疫伫以色列对但到别是巴，对清早到有定的时，人民总共死7万人。当天使伸手要灭耶路撒冷的时，上主改变心意，无要继续讲即个灾祸，就甲在执行毁灭的天使讲：停手，到野啦！迄时，上主的使者拄伫耶布斯人阿罗那的五谷场。大笔看见杀害人民的天使，就对上主讲：上主啊，我有犯罪，悖逆的是我。毋过，这个无辜的人民有做甚物毋对，求你的手刑罚我甲我的家族。同迄日，迦得来见大笔，对伊讲：你去耶布斯人阿罗那的五谷场，伫遐为上主起一座祭坛。大笔就照上主吩咐迦得的话上去。阿罗那看到对面有王甲伊的人神得来，就出去趴伫涂骹拜王。阿罗那讲：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来仆人遮有甚物贵事？大笔讲：我来是要买你即个五谷场，为上主起一座祭坛，互全国的瘟疫停止。阿罗那对大笔讲：
我的主，我的王，照你所看做好的，拢摕去献。遮有牛，通做烧化祭；有拍五谷的器躯，甲牛担，通做柴烧。王啊，亚伦啊将遮个拢送互王。亚伦啊，佫对王讲：愿上主你的上帝接纳你。王对亚伦啊讲：毋通，我要照价钱甲你买。我无爱用白白得到的物做烧化祭献互上主，我的上帝。大比就用570公克的银买迄个五谷场甲牛。大比伫遐为上主去一座祭坛献烧化祭甲平安祭。安尼，上主听因为着全国的祈祷，瘟疫就伫以色列中停止。起坛献祭，撒母耳记下卷21章到24章是本卷书的附录，记述大卫王朝的一寡史事片段。本章描述大卫调查以色列和犹大的人口，以及上主因为大卫的行为不当降祸。古代近东国家进行人口调查是施政的实用措施之一，但是这种政策无拄拄未受人民喜爱，因为人口的调查结果往往是增加赋税、征兵、徭役。对这个角度来看，电农时的人口调查是人民不幸的开始，或者是上帝不悦的原因。总是大卫进行人口调查，起因是上主向以色列人发大受气，激动大卫做出敌对人民的事。换句话讲，上帝照着大卫的行动降灾难予百姓。大卫进行人口调查有甚物毋对？民数记1章1节到4节记载，上帝吩咐摩西爱甲亚伦斗阵调查以色列人口，准备征服迦南地。人口调查一般受看做是征兵备战的前兆。既然安尼，以色列现今已经全境太平，而且疆界扩展成做强国，实际上并无需要招兵买马。大卫进行人口调查所犯的罪，恐惊是骄傲自公，想掠国土广大，兵力雄厚，做夸耀。大卫调查人口了后，心中不安，就对上主讲：我做这个代志犯真大的罪，搁祈求上帝饶赦。所以，上帝派先知加特向大卫传话，爱大卫伫3个灾号中选择一个。上帝早就已经甲以色列人讲，若毋遵守律法，就会有疾病、饥荒、战争等天发临到。当当时，上帝互大卫的3个选择拢是处罚，但是大卫毋爱做选择，只有讲：我真为难，毋过咱宁可互上主家己甲咱刑罚，因为伊有丰盛的怜悯，我毋愿陷落伫人的手。大卫相信上主的怜悯是一生之久，伊的受气万年久消逝，伊的恩惠永袂休止。上主愤怒的信息，互人感觉体软。伊的愤怒可能因为人会歹来发作，但是愤怒的本质毋是恶，就亲像火通互人致命，也会当带来祝福。大卫甲决定权交予上主，所以伊降瘟疫伫以色列人身上，有7万人死亡。就伫天使要行毁灭的时，
上主改变伊处罚人民的心意，天使随即自首。上一日，达米照先知家己奉上主命令所讲的话，阿罗那各地拍卖场，为上主起一座祭坛，为着予瘟疫停止。这个拍卖场拄好是当年阿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。当达米毋甘答应阿罗那各地迄块地，也要献一用的牛，然后为上主起一座坛，献上烧化祭甲平安祭。这所在后来成做所罗门建造圣殿的位置，因为达米认罪、悔改、祈祷甲献祭，以色列人民甲上帝关系重新和好。默想，达米昔日认罪悔改，起坛献祭，互以色列人甲上帝重新和好。耶稣基督现今已经成做永远的赎罪祭，要互万民甲上帝和好。达米早日认罪悔改，起坛献祭，互以色列人甲上帝重新和好。耶稣基督现今已经成做永远的赎罪祭，要互万民甲上帝和好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上帝啊，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主。当我犯错得罪你，愿你提醒我、赦免我，免得我远离你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